漢標議員，唔該。係啊，主席，我盡量精簡嚇。對於係呢個係洪水橋淨水設施呢個計劃咧，我係支持嘅。咁呢啲咁重要嘅基礎建設咧，係即係不能缺少嘅喺呢個洪水橋下村嘅發展，以至係即係整個係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反為咧，我就係即係關注啦，就係嗰個推行嘅時間表啊。我留意到你哋文件嘅係即係第3頁嗰度咧，就講話係洪水橋下村嗰個第2期咧，就會係2030年咧就開始係有居民係即係搬入去啦。咁會增加嘅人口就98,500人。咁而你呢一個嘅計劃咧係第1期嘅工程咧就要2031至到2032年咧，然後先至可以投入服務。咁裏邊嗰個係即係時差咧，會唔會影響到係即係呢啲遷入去嘅居民嗰個生活咧？因為我就唔想啦係現時喺嗰個係古洞北嗰個係即係啲公共設施嘅係完成時間同係即係私人發展項目嘅完成時間咧，嗰度係有一個嘅係差距喺度。我唔想係即係再有呢啲問題係即係重複出現。邊位？莫處長，唔該。多謝主席，亦多謝龍議員嘅支持。其實洪水橋新發展區咧，第1、第2期咧，最主要嘅人口嘅遷入咧，或者係嗰個污水處理量嘅需求咧，就會喺2032年咧係達到一個高峰。咁我哋必須要喺2031年或之前咧就做好我哋嘅污水嗰個淨水設施啦。咁而家其實根據我哋而家預6年嘅時間咧，時間係足夠嘅，可以及時提供到我哋呢一個污水處理嘅設施。同埋嗰個處理嘅量啦，咁另頭先提過啦，早期嘅點樣咧？早期因為我哋有一個叫做互聯網啦，污水收集系統互聯網，其實早期咧，我哋經過靈活嘅調度咧，將一啲早期嘅發展嘅嗰啲污水就會排咗落現有嘅污水處理廠，就做臨時嘅處理。將來當個新廠做之後咧，其實就可以整體上咧就可以滿足到當區嘅需要。多謝主席。